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，针对选罢法要来有关到罢免的门槛，要拼这个会期完成修法。有风声，讲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，离因的中常会主张甲国民党徛做伙来修改这个选罢法，结果引发着不满，就参加王世坚真有交情的立委蔡英文嘛甲伊骂。不过，因两人早起做伙开记者会来背会，讲因伫中常会只有讨论，并无冤家。啊，你来告诉一下，我们的值班交给你们俩。一个惊倒平，一个惊正平，什么人先讲话爱先瞧这个。两人做伙开记者会，主要是因为昨伫民进党中常会听讲蔡英批评董事王世坚。中常会是很正常的政策讨论的过程，讲吼，我大家开炮，吼，实在吼，我炮管很小支啊。党决定怎么样，那当然我们一致的行动。我跟易瑜在上一次大的这立法院冲突冲撞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作战，我们还交叠在一起。出面讲无冤家，就是因为国民党团除了党总预算案，同时嘛积极提案修改宪法诉讼法加选罢法。伫个民进党想要化解时阵，立委王世坚伫中常会听讲，伊主张甲蓝营做伙修改选罢法，表示讲民众嘛无爱一天到晚伫遐罢免，反正4年若做无好，票莫转互伊就好，好党内袂当接受。要么就一次，那个倒阁解散国会，一次改选。他修的严，那我们要罢免他困难，但是相对他罢免我们也困难。我跟王委员立场都一致，当然他在执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东西看法，这东西讨论。选罢法为顶一个会期就完未煞，唔那朝野对立，即马连党内嘛意见无共款，引起激烈的讨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